乌克兰和罗西亚的战争已经超过1000天啊！这乌克兰头一届使用美国提供的长程战术飞弹攻击这罗西亚的本土，也引起普京的愤怒。伊伫咧讲一天正式签署命令，降低罗西亚使用核武的标准。罗西亚也指控西方国家害因的战争有搁较悬的级数。不过，这美国、英国也拢批评讲，这拢是无负责任的言论。长程飞弹伫暗时射出去，乌克兰19伫俄罗斯侵入第1000天，头一摆甲美国所提供的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ATACMS， 改用伫战场顶面。俄罗斯讲，俄军甲射向布扬斯克军事设施6粒飞弹内底5粒拍落来，有1粒飞弹脆片拍到设施，引发火灾，不过已经拍熄啦。乌克兰方面讲，这摆攻击侵入俄罗斯境内大约110公里远，拍到一个军火库，引起第2摆爆炸。美国讲法是俄罗斯甲乌克兰发射8粒飞弹内底2粒改炸落来，攻击目标是一个庆油补给的据点。І не один, і тепер у нас є ATACMS. І ми все це будемо використовувати. 不过美国和乌克兰使用长程飞弹攻击俄罗斯本土，却是达到普丁的红线。普丁伫同一天下令降低使用核武的标准。ATACMS сегодня ночью по Бря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использовался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. Это, конечно, сигнал о том, что они хотят эскалацию. И без американцев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эти ракеты высокотехнологичные, Путин об этом многократно говорил, невозможно. 俄罗斯指控西方核战术急速来侵权，不过华府却是讲对俄罗斯反应无感觉意外，讲俄方的讲法是无负责任句的讲法。也来甲美国共款提供乌克兰长程飞弹，英国也共声来谴责。There's irresponsible rhetoric coming from Russia, and that is not going to deter our support for Ukraine. 在你注意的是，对是毋是放松乌克兰使用长程飞弹，欧盟内部有无同的声音。德国当局19讲会交付4000只人工智慧导引无人机予乌克兰。不过，德国总理肖兹伫G20峰会的场合，依然坚持未提供金乌兹长程飞弹予乌克兰，因为认为和北约跟入去这场战争是毋对的。不过，即阵俄罗斯发动核战风险侵权，当时乌克兰依然1/5领土是在莫斯科手中。这场战争安怎结束？乌克兰人民甲国际社会上关真关心。国视新闻张惠敏编译。